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攻佔全球43億個移動用戶？喺呢度我哋教大家點樣零成本去做全球首頁排名，讓大家嘅產品營銷無憂、無時區、無國界。我哋提供免費購物車、國際支付平台、全球化嘅免費視頻推廣、無限 QR 嘅製作系統。大部分嘅朋友都活在移動嘅互聯網世界，佢哋透過智能手機上網搜尋、睇新聞、去圖書館、去社區網絡、去購物、去手機銀行搜尋。全球有43億嘅移動用戶，我哋點樣低於一樽礦泉水嘅價錢就講得玩下啦。我哋提供30天免費試用，將產品放喺移動市場係你嘅產品唯一選擇。我哋首先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。所謂海量 ，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分完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幾萬，頁面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。Amazon 銷售83000蚊美金嘅產品。我哋教大家點樣零成本做全球搜尋。所謂創業容易，首頁難，只要大家學識全球首頁排名，你就銷售無憂。我哋提供全智能手機購物網站建立系統，半小時大家就可以建立自己嘅手機購物網站，營銷全球。QR Code 製作系統，無限製作，建立自己嘅 QR Code 系統去推廣你嘅產品。全球化嘅免費視頻平台，所謂全球化，我哋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個廣告播出之前，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，讓觀眾透過智能手機就可以直接觀賞你嘅視頻個廣告。我哋喺嚟緊5月20號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。如果大家對以上情況唔了解，需要諮詢嘅，大家不妨同我哋聯繫一下。多謝大家。